昨天講到我哋登上嗰班通宵列車，搭嘅係 K196班次嘅綠皮車。我哋一行8人撲咗8張下鋪，特登安排瞓下鋪，費事爬高爬低。始終係1房4床，要同陌生人同房。我哋自己嗰間房呢，有2個男乘客，其中一個呢好大臭腳味，另外朋友嗰邊呢就好大煙味。冇辦法啦，當係一種體驗。朝早會有乘務員叫醒服務，唔怕瞓過籠。我哋到咗火車站，導遊娜娜已經喺度等候我哋，帶我哋去城裏邊最古老嘅店食燒賣。當然係唔同香港嗰啲啦，佢多數係牛肉同羊肉。娜娜幫我哋提早辦理登記，間房都唔錯，喺市中心。我哋喺房間休息咗1個鐘頭，就準備出去行啦。只要走到老城區，就會發現草原文化嘅痕跡無所不在。內蒙古嘅衙門將軍博物館曾被譽為漢南第一府，當時綏遠地區最高政府嘅指揮部。頭先我哋先去咗漢南第一府參觀，感受嗰度嘅歷史底蘊。之後我哋就搭滴滴過嚟呢度大昭寺。講起大昭寺，佢有2個名，蒙古語叫做大昭，漢語叫做無量寺，其實都係同一間寺廟嚟嘅。講返歷史啊，大昭寺始建於明朝萬曆7年，即係1579年，到今日已經係有400幾年，係呼和浩特市最早，亦都係最大嘅藏傳佛教嘅寺院，極具文化同宗教嘅價值。好幸運嘅係，我哋今日咁啱撞正1年1度嘅浴佛節，成間大昭內外人頭湧湧，好多善信專程過嚟參拜嘅，氣氛既莊嚴又熱鬧。街頭仲有好多大媽載歌載舞，用佢哋嘅熱情一齊慶祝呢個佛教嘅盛典，真係好有地道特色。過馬路去對面嘅延壽寺，延壽寺主要係嚟睇佛塔。今日喺佛門走咗1天，身體有啲攰啦，但心裏邊好平靜。祈完福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啦，回味下今日呢份難得嘅緣分。如果各位觀眾對呢個地方有咩問題，或者你曾經去過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同埋分享下你哋嘅經驗同心得。多謝收看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